这时候刘同学又不是咱班的，就因为陈丹青没考取。老师，我们得学习啊，让家长来扫。家长都挺忙的，就雇人扫呗。钱谁出啊？我出。你哪来的钱？给几个考职称老师补课。我从点 A 到点 B， 王老师处理一下啊。行，同学们上自习啊。咋了，王主任？游戏机给我玩玩，想玩自己买去，才10块钱，10块钱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对呀，旅客钱。游戏机拿来，没收了。吹乐器呢？干嘛？我寻思你充电，下课去办公室打好玩啊。这是咱们新转来的同学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安童，曾荣获市级奥赛冠军、作文比赛冠军、英文写作冠军、物理竞赛冠军。以后我来当班长，大家都没意见吧？克勤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我有意见，吕克勤，你得承认别人的优秀，你别忘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哎，老师严重了，我认识你，你参加过的比赛我也参加过啊。那你是第几名啊？我是评委。老师，能换个班吗？